Hello，nhớ rồi trong phần sau đây là nè cho tàu mong cho cái chữ đấy trở theo với Hoàng Quang sau đây có hồ cụ từ đầu cho này chỉ có này ý này Bắc Kinh tôi cho Bắc Kinh là bên trong Bắc Kinh tôi cho Bắc Kinh là bên này chơi thiên rằng là cá chó này rồi nè lọt tàu nhóc cá chó thì lô nè đấy chỉ nè bao tiền đâu trung bao tiền đâu trung bây giờ có một chế这个世贸名老师然后呢么拿一等毛拿一等毛然后干到大几的里么其他球模式世贸名老师也被3秒王的这个呢创始人也是也被我们蒙文化非常热心的一个老前辈所以像你3秒王一直对人的自己投资那么我都搞到能够兄弟，所以真的非常之容易。3秒王也是呢被蒙当中的就是我互联网方面的被蒙当中比较没代表性的一路网站或者是公众号反正对我的比较容的，你是被就要目前3秒王的石老师被我们那等毛已经让你联系上了。所以还是比较荣幸还是比较开心那我们钱包来着然后我爱上人镇上我也是这样被你吹着找了你了被你吹着找了你那个球呢还是免费停车nhau là cá cho sau này được câu trả cho hôm nay họ cá cho rồi miễn phí停车hôm nay miễn phí停车và đã bị mình弄多的地老说的能到游戏边呢你的免费停车呢所以họ cả trời rồi đấy luôn你现在被到上了地铁站喽被我们绕地铁喽他写的呢，去那个被我绕地铁喽。第2期。东然后往南。北京的地铁，我晓得这样是北京的地铁。反正你来，这边会没什么人。我感觉现在果然乡巴佬进城一样。热死了。乡巴佬1，乡巴佬2。乡巴佬进城。10个里有9个半都是来北京，都是外头没来2、3年。人家那本地的人待的长的很少。对，基本上外面的比较多。他们聚集在一些区，但是你到哪些区你就知道，那些就都是北京人。可能要绕1路8小时的北戴河站，北戴河街到石老寺。那么大北要固定中左右的就要落，这个驾照车的加落不本的，这里这头车子就车路，因为车也停到绿化之外，所以么子累。高站原站到了 We are arriving at 沙河 University Park Station 这现在还要么换乘要换乘北路塔的么子这么接到石老师吧北的给老北塔路一般这个么10号线么换乘么龙龙华北塔地铁这里么子直播嘛把阳刚之中的叫直播叫肉嘛多少被你们去捞到你们去播是喽肾结石啦到本呢真的也叫直播呢么子辣掉到后头么子叽的你先出招
做着本地了，啥的讲，我还是敢想，了。我在过了，就是这个怪，就是跟住做着本地，然后我都到那么低，很这样子吗？我都到那么低，都到那么低。对，终于从本里上都北京了，然后就是跟着山里碰到的苦啊，然后心酸啊，天我三条绿下来再找个地方叭背，然后这突然一会儿呢，这就是感觉又坚持很对的东西，然后终于报名名字广大了，然后。来，大家过来讲。真的个纸牌，大家过来讲，过一起。哦，那现在嘛，北京往个地铁喽，绕一弄到2个小时，这里个地铁，本还要没等车没9、8分钟在这里走。我们还在找那个，我们已经进这个创业大街这里了。哦，不要进去吗？在外面啊？对，就往那门口过一下，过一下，然后再往西走50米就到了，30米就到了，挨着的。要往那个大门那里往西还再走个几十米。对，就刚才那条路上，然后再往前面走一点点就到了。我跟着你发的那个导航说是在里面，所以我们就进来了。门口显示是创业大街，但是你出来，然后往刚才那个方向再走一点啊。好的了。这大字，老师好。怎么还有这个呀？这个就是记录一下以后，我们自己留着。好，你好，这个是新美会老师，你好。没有，那你久等了。其实它因为是新开的，所以在导航里面没有。你要走到那个上面，我们就是跟着那个导航就进里边去了。一个吗？没有，我老婆也是。老师好。跟你认识那各找反正可以。您吃饭了吗？我无所谓，我本来饭量就小，随便吃点就行了。北京的是吧？对。我等下把人带过来。这有清汤也可以。我平时饭量小没关系。是吧？或者地牢吧。可以。我们是无辣不欢。云南应该还行，在北京不会特别辣。这吃起来白酒。 2,000 years later. 现在摆都那么的老了，等你那石老师。你们好，石老师是苗族同胞吗？对，这里都是苗族。我们现在吃饭出来了。我那么走，现在不要么，结合然后那么到这个去北京大学门口去看一下。我们北京大学。叫啥的么？你知道不要给门前这北京大学好重。北京大学高中。高中是什么？就是门口的意思。门口。门口。对。去那边逛一下。就直接从这里过马路。对。你现在石老师，石文文老师这个呢还叫北门啥不叫北门街，到给我是，那要么不要么被打，街，就是因为疫情，被抓可以么长得好重视呀，老子不吃么被么那种街一滑，被打的好重。好呢。绝对要被打了输了。那叫贼，
哦，陆红冷街这吧，是谁？然后那宿舍，这是小门呐，北大的小门呐。对，就是学生自己方便的。然后那就被打的了，我这路了。那是不是要在什么哦，合影啊？一些被都在北京大学还中喽，还有在北京大学还中啊，没啥人见的哈。那些北京大学了还中，哎，现在你要说，可是我真的现在这个呢，很小的。现在你要说的，网上截的照片的，你知道，现实当中这些照片你可能我们是走渣个呢，那就好中，看这，北京大学。但是我可以试一下。没事，搿个对多找那里都要炸虾，等你们北京大学我明明不管是这样，可能比如云南师范大学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我给办的。哎呀，对到那里合影，本来要到那里合影的，都在北京大学还中的喽。在那啊，学生，下班了，儿子啊，更到了，下班了，俺那更到了，俺那更到了。大家中的都没红绿灯啊，个呢，报了还中灯的，还中的没红绿灯。还给你们拍个照啊。好的，谢老师。你有没有二位手机？慢的啊。啊，我二位手机。行。谢老师。好的，谢谢老师，可以。在晚上的话，它这个光线就稍微有点暗，稍微有点暗。看，对。我来，你过去，我们和老师和老师拍一张。我老师，我们一起拍一张嘛，好吧。我们一起拍一张。拍树的是吧？好。跟你竖拍了之后，你可以再横拍一张。到了有人，多拍几张。啊，对。你可以横着拍一张。这是我第一次在北大门口拍照片。我以前也拍景没拍人。在这边。坐到下池，然后坐苍蝇线。行，我往马路边那边过去一下。哎，好的。行，那就这样。好的，老师。好，再见。好，谢谢老师。哎，不客气，这2天有空还过来啊。好的，反正我们这几天都在北京啊，都在这边。老师看清楚了。我去个洗手间。好的，老师慢走哈。我正好有个车。然后被拍照大姐，以前呢老师来摸着，马兰拿来找来拍来的姐，几来，以前被俺专门去球杀喽。被我不看巧喽。不看巧喽。拜拜。